耶利米书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约翰一书4章16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现在我们请刘传道来讲道，讲道的题目是“命中注定你爱我”。命中注定你爱我。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命中注定有一位上帝，他爱我们，我们今天才会坐在这里。因为我们今天在这里来享受主的爱，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选召我们成为你家中的儿女，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主啊，这样子你神儿女的身份，主，我们就有了一切你的恩典。主，更大的恩典是我们可以读你的话语。恳求圣灵启示我们，读了你的话语能够明白你的旨意，而且我们有勇气，我们领受主你给我们的能力，我们去活出你圣经教导真理的那个美好与祝福。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最近传道看到一本书才知道这本书非常的畅销，它叫做《被讨厌的勇气》。你喜欢被讨厌吗？你现在正在被讨厌吗？你是不是正在决定被讨厌之后那个困境，那个感觉？我想我们是人都不会陌生，因为我们人需要被认同。如果不被认同，我们就觉得活不下去，没有跟人连结。谁都不想被讨厌，但是这一个作者他是说明了一个心理学家叫阿德勒，他说了，一个人如果想要有自由，就是要不怕被别人讨厌。这怎么说呢？我不怕被别人讨厌吗？不，传道我很怕。那怎么办呢？其实他这边简单的来讲，就是说明了一个我们人的一些行为都可能被过去行为所影响。譬如说，一个人很暴躁，一个犯罪的人，他常常会说他儿童的时候被虐待，他有家暴，以至于他现在今天这个行为是被过去所影响。所以我就没有办法跳脱这个过去，我没有办法跳脱我家庭对我的影响，我的原生家庭对我的影响，过去发生的不幸对我的影响。所以我们都受伤了，你要原谅我，我这样做就是因为这样。那么你当然就会在那样子的循环当中，你没有办法跳脱。这个作者说不，我们人应该要知道，在做决定的时候，应该要想，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目的是什么？如果我知道我的目的，我人生为什么而活着，那么我就能够跳脱。虽然我过去我的命运是这样，但是我可以决定，我这个决定要怎么样过我未来的生活，也就是目的可以决定我现在要怎么样来选择。所以我可以自由，我可以选择，如果我的目的，我人生的目的是爱神爱人，那么我可以容许被讨厌，而且我可以有这个勇气，我可以活出不一样的人生。我们基督徒多么美好！我们知道，当我们被人讨厌的时候，有一位神爱我们就够了，而且我们命中注定这一位神，他就是爱我们，而且爱我们到底。于是我们在被讨厌当中，我们就有自由的选择，我们选择要不要被别人绑架，我们的情绪要不要被别人影响，
我们的生活一切要不要被捆绑？其实不用哎。圣经说，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如果你的生命，我的生命有神的灵在我们生命里，我们就可以自由。有什么自由？我们可以有被人讨厌的自由，我们可以做出决定，我们的生命可以为主而活，因为我们知道神创造我们就是爱。神创造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命中注定神就是爱我们。所以如果我们被讨厌，我们知道我们是为神而活。今天的经文是出自于耶利米。耶利米说起来啊，他的这个一生就是被讨厌，被他的家人讨厌，被他的民族讨厌。他好像命中注定，他好像他的命运中就是被讨厌，因为耶和华的话临到他，像我们今天的经文一样，他还未出母胎的时候，主就已经选召他什么？讲被讨厌人的话，讲提醒人的话，这需要勇气耶。如果神的灵临到你，要你讲被人讨厌但是神喜欢的话，神喜悦的话，你愿意吗？或许我们不知道我们讲了这个话会有什么结果，但是有一位神知道，这就够了。耶利米他就是抓到这件事情，这个应许。当人跟他讲说，当神说你去买地呀，去跟你的亲戚买地呀，买地是好事啊，买呀，但你知道吗？这个地已经被敌人占领啦，还要买地，就像一间公司的股票快倒了，那个公司快倒了，你还要买他的股票吗？但是如果神说，你要去买哦，而且要昭告天下，再报告新闻 live 都讲某某人，特别是很重要的人，说他买了地，而这个地是敌人已经来了，这个地以后都会，这个傻事你要做吗？还要被笑，而且还要怎样？还要有见证人说这块地怎样画押签名，要让人知道你耶利米买了一块地，而且这个地敌人早就占领了。好人看笑话啦。你有没有曾经做过让人看笑话的？你有够傻这种事你也脑筋想一想，不够理智吧？这你也敢讲？耶利米就是被神选召讲人看为愚蠢的事情，愚蠢到这个程度，把已经敌人占领的地还要跟他的亲戚买，而且还要见证。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他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深深知道神要在这块地上见证神是掌权的神，因为这块地要被敌人占领，他们的国家要灭亡，然后他们要被抓到哪里？别的国家去，抓到外地去，这个国家就要灭亡。他不是逃，而是他去做见证上帝将来要应验的事情。于是耶利米一面讲一面哭啦，我都不想要讲，我就不想讲，我讲这个一定被骂了，我讲这个一定被围攻了。你有没有曾经讲过这个事，做过这个事？有吗？我们的张敬义传道就是这样吗？你们认识他吗？他是大改乐团，我们的张敬义传道周六都会来跟我们一起礼拜。当他的生命中曾经在那黑牢里，他因为注射海洛因想死不了，在监狱里面遇见神，于是他在监狱里决志要成为新造的人，当然被笑嘛。在监狱里，你哪有什么新造的人？你的一辈子也不过这样而已嘛，你命运就是这样。
不，张金义传道成为一个被讨厌的人，在监狱里被讨厌的人。但是他一心说：主啊，如果我能够得你喜悦，你要我做的事，我去做就对，被讨厌也没关系，因为我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荣神益人。OK， 就这样。所以他出狱之后，结婚以后，成为新造的人。他这个从政府那边，他接收了很多的孩子，这些孩子家里都是几乎没有功能的，他来照顾他们。一般人的照顾收纳是要用铁窗把他们怎样牢牢的关住，因为怕他们跑掉，在法律上他们还是要被管束的。但是我们张金义传道用什么？用爱来接纳他们，来教育他们，来爱他们。被笑啊，没有资源啊，去他们的机构看一看。拍谁？我们不是要支持这种有问题的青少年，我们是要支持那个可爱的儿童。他很孤单，他也一面哭一面讲，一面宣传，说只有主耶稣的爱可以拯救这些孩子。是你生命中有没有过？你不知道，但是你明明就有感动，而且你有神圣的激动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不满意啊，你要去想，不管是对你的生命，对你的家庭，对我们的群体这个家，迦南教会这个家，你满意吗？应该是这样说，神啊，你满意吗？教会应该是怎么样呢？如果你有这个神圣的不满意，好不好？我们在主里，我们不用怕被讨厌，但是我们说的、做的，我们再一次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说主啊，如果我这么做，我这么说，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可以容神益人。你帮助我有说的勇气，甚至于不止说而已。主啊，就是我来做啊！很多人不敢说，就是什么传道，我公共的告息都谁做？还不是都我做？啊，我讲干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就是要你做，你愿意吗？当然就是要先从你有被讨厌的勇气开始。耶利米书就是这样。耶利米，我们看到这个历史，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能够看得清楚。传道要传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被选召成为那个说让人那时代讨厌的话，不是主流的话，但是是神要他说的提醒，就是以色列国北国已经灭了，南国还在那边因为他们没有活在神的旨意里呀，在那边传奇。耶利米就被呼召说，这个国家将要被灭啦，你们快快投降吧！啊！如果现在有人跟你讲，两岸要统一啦，以后我们要挂什么什么什么几星什么什么旗啊，他大概被讨厌死。但我不知道，但神知道，神要选召他的儿女来提醒。神的旨意就这样子，因为你们过去没有遵行神的旨意，神要让这个国家被巴比伦所灭。但是不要担心，你们被抓走以后，国家灭之后，仍然可以回到你们的故乡啊！这什么事啊？怎么可能？神说可能，而且我现在就有印记。什么印记？你去买一块地，买了有见证人，就是见证耶和华上帝曾经说过要应验的事情。耶利米就做了这个事情，买了这个地，还昭告天下，被人家笑话。可是当神的话应验的时候，是有凭有据。耶和华启示耶利米说，让人讨厌的话，他也去做了，神的话也借着他来应验。这就是他一生中他要去做的事情。流泪的先知
耶利米从小被神呼召，在今天的经文的下一句就说：“主啊，我很小我还很年轻我可以吗？可以。”神就说：“你在母胎的时候，我已经选召你。你不知道该说什么，没关系，你太年轻，没关系，口才不好，没关系。只要你说我要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2016即将来到的时候，今天下午我们就要有核心同工，我们一起要来计划明年，我们检讨过去今年2015，或许神的心意启动你，激动你，让你有意向，提出来吧。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使这个教会，使这个家更能够合神心意。你或许说我太年轻，或我年纪太大，我口才不好，没关系，有主与你同在。我们在爱的团体里，我们真实，我们寻求在神里面合一。合一不是什么话都不要讲，讲统一的话，传道常常讲，不是统一的话，乃是我们用真实说出来。我们不是针对人，我们针对事。主啊，我们是不是有不合神心意的？主啊，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好？你的家中，我们是不是要按照你的心意？主啊，我们该怎么样来做？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耶利米就是做这样，虽然先知也要谋害他，因为先知说：“你讲这些乱讲，我们的上帝是有盼望的。你怎么讲？我们要这个国家要被灭亡的？”甚至连祭司都得罪了祭司，还把他抓起来。耶利米是这样子，他曾经这个木狗被框住，木头的，人家看不下去，把这个木头的怎样，这个弄开，说你不要这样乱讲，什么我们的国家要像要被这个木狗一样框住，我们的国家就灭了，我们的困境就被绑住了。不是，你不要乱讲，我们要讲有盼望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讲有盼望的话，没有错，但是这个盼望要是神的，而不是自我感觉良好。神的心意是什么？我想我们是更重要。我们活着就是要容神一人。我们更多的来寻求，透过我们读经祷告，我们要更多的寻求神。主啊，如果我们得罪你，主啊，我们要向你投降。主啊，我们要经过几年被抓被关，主啊，我们要沉默几年没关系，但是仍然在这个低潮中，主，我们要行在主你的旨意中。纵使最后耶利米还是因着国家灭亡，兵荒马乱，被迫迁到埃及去，到外地去，他仍然宣讲神的话。70年后，我们被抓，神仍然要让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国家。在绝望中，他是真实的宣扬神的旨意，神的盼望。这盼望不是虚假，不是人的盼望，乃是神的盼望。我们可以知道，一生当中如果被讨厌，我们是够哀怨呐。但是耶利米他知道他为什么而说，他知道他为什么而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知道吗？我们常常有每次做决定说：“主啊，我为什么而活？”在这历史当中，此时此刻我为什么而活？如果我受苦，主，我愿意为你受苦吗？我愿意为你被讨厌吗？主啊，人讨厌我是一时。主啊，我可不要被你厌弃厌恶一世啊！耶利米他为主受苦，言行一致啊！他有信心，所以他就去买了那个地，他就这样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言行一致？传道我有没有言行一致啊？我常常宣讲盼望的消息啊！我们的家，我们的迦南教会是有盼望的。我们的口号听起来怪怪。我们50周年不是口号而已，好不好？相传永世是神的掌权，永世没有错。
我们兴起万人啊，万人。我的言行有没有一致？万人当中有没有你跟我？万人不是万人是你们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言行一致？万人当中兴起来服侍，有没有我比较重要？困难一定会困难，我们是不是仰望上主？如果我们仰望上主，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我们为我们的目标可以容神一人，我们就有信心，我们就可以仰望这一位上主，我们可以谦卑来顺服。我想我们大家这几天都很难过，在世界我们这个地球村法国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我们的青年有2位在欧洲留学，算是交换学生1年，有一位在意大利，有一位是西班牙，有一位是在巴黎。那在巴黎我们最担心，所以我们昨天很多人来为这些事情来祷告。但是我看到这个家人是言行一致，他告诉传道说我们有信心，虽然还没有联络到他的家人，说我们有信心，我的家人在巴黎，神要保守保护，不管发生什么事，在神的手中。感谢神，我们教会的青年在欧洲的交换学生，他们都平安。但是我们相信，还有很多的家庭正在苦难中。在竹里，不管在哪里，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来仰望这位上帝。这世界怎么了？主啊，这世界我也是一份子，我们也来仰望这位神，我们也来为他们来祷告。所以我们更多来，虽然我们让人讨厌的话，我们要谦卑来顺服，不是顺服谁，但是我们顺服神。我们靠着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来行在神所中，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当然，就像耶利米一样，这十字架上的道路真的很难，在他一生中里外都痛苦，外在被拒绝、被破坏，但是他心中有从神来的话，有一个应许，有一个责任，有一个使命。所以这个杨牧谷牧师说，他虽然很孤独，但是他执着。他很埋怨，有时候埋怨，但是他挫折。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难过的时候，可以跟神说话，但是我们透过跟神说，我们可以重新来得力。他这样形容耶利米，也这样形容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也是被讨厌，但你心中知道，我是可以荣耀神，有义人，要记住后面还有义人哦。如果我们荣耀神，帮助可以有义人，我们虽然犹如路旁的雾灯，虽然常常在冷清悬挂，因为只有一个人在那边喊，但是却是永不熄灭。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不敢，但是神你的爱来追赶我们，使我们可以走在主你的命定中。你或许说，传道你常常说容神一人，可不可以讲明白一点？你今天讲命中注定，主你爱我，可是我要怎么样来选择呢？我真的有所谓什么命定吗？命定跟命运有没有不一样？有。命运就是你就随着主标这样就这样就这样，我都没关系就这样，我就是随着命运环境怎么样我就随着，我没有决定做就是过去因为这样，因为我都受伤了，所以我就是苦我就是没有人喜欢我传道你不是说我就要有被讨厌的勇气嘛？我就是被人家讨厌就是这样，不是被人家讨厌是要有目的的。什么目的？你是不是上帝的命令？吩咐跟指示是不是上帝的话？如果你是在上帝的旨意中，这个耶利米这样子说，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成呢？是，所以我一生要找到那个命定。那么命定，神的命定不是虚无缥缈，不是，你会心中有一种把握，你有一种感动激动，甚至你会有一个行动。我好像神给我智慧，我要去计划，
然后我去执行，好像不太一样，我可以去修改，我可以去评估，我可以再去调整。我好像走差了路，主啊，你又把我带回来。主，在这个计划跟蓝图跟目的，我常常聚焦，我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目的是要容神益人，我的目的是什么？主啊，你成为那教练来指引我。所以传道今天要说，神给我们的旨意可以分4个。如果神的命定都不能改变，那么我们还祷告做什么？那如果我们的祷告可以影响神，那么神就是我们的奴仆咯。那不就世界大乱了吗？因为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那么祷告，神也这样成就，那样成就，那样也成就，你会发现世界大乱，那就不是神咯，神只是你的奴隶而已，不是。我们来看神的旨意可以分成4种，第一种就是定旨，就是神的先见，上帝已经决定的，谁也动不了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想，就像耶利米，神已经启示他这个国家即将灭亡，你再怎么祷告，对不起，就是这样，你就顺服吧。那么在这个定旨里面，还有一个，神爱世上人啊，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所以这个改变不了。所以传道要说，命中注定，你爱我，命中注定，这个改不了了，不会改，神一句话都不会改。这一位上帝命中注定爱你，你的命中注定一件事情不会改的，你也逃不了的，就是神爱你。神用他的爱来追赶你，神找到你，神就是注定爱你爱到底，就看你愿不愿意咯。所以在旨意当中有令旨，命令就是律例典章。我们在生命记里面常常说，主说你要遵行我的律例典章。我们今天耶利米的那个时代，就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都不遵行神的旨意，神说好，我需要管教你们啊。这是神在历史中的掌权，你如果不按照这样子做，对不起，这个祝福你没有啊。就像圣经说的，我们要11奉献，这是神说你要试试我啊，我要打开天窗倾倒给你，到你我都受不了啊。你要不要决定在你，所以你有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择。另外一个许旨，允许任凭啊，跟你讲几遍啊，跟你讲几次了，跟你讲不要说谎，不要贪心，但是你不要，你就是任凭，我要，神就只好任凭你。神不是不爱你，命中注定神爱我们，他用他爱来追赶我们。这爱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管教跟审判哦，这也是爱哦。所以，如果有一天神说好啦，跟你呼召好几次，请你来跟我同工。你既然对教会觉得有更好的看法，那么你来呀。不要啦，我没办法，我没有时间啦。我这个命运中就是我这个要为我的家人啦，我没办法，你们做就好了啦。1次、2次、3次，神一再的透过很多人，或者是你心中有感动，但最后你决定说算了啦。传道说很可惜呀，神就任凭你呀。神一再的呼召你，如果你不回应，神任凭你。许旨，可是你不用绝望，因为命中注定神爱我们。神还有个恩旨，就是他有救赎跟挽回的旨意。神要给人再一次机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在什么情况，但是神知道就够了。如果你愿意，你跟我都愿意，一辈子有多久啊？给你活到巴里回后120岁啊，跟摩西差不多啊。120跟2000年、3000年，不过是一点点。那我为什么活着？神为什么让我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家庭，在这个教会？
过去3年半传道在这里，我都觉得是神的旨意，感谢神。3年半，神陪伴，经历了很多真正的牧师离开，很多的事情，甚至我们可能未来我也可以一起经验到我们的新的主任牧师一起到。我只有一个心志，主啊，愿我的生命活在你的旨意中，可以改变的，我可以努力的说，我主谢谢你给我机会，邀请我跟你一起同工，我愿意。如果我不愿意，1次、2次、3次，神说任凭吧。但是神仍然有最后的恩赐，要给你再一次机会。愿我们的生命中，在很多我们不能、没有办法的时候，走不过去的时候，愿我们都能。愿我们知道有一位全能的神，他要来帮助我们，在他预定施行救恩的这个计划当中，我们有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吗？请。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阿们。这个不会改变啊，这个不会改变。你再怎么祷告，主啊，我不要得救啊，主啊，你不要让那个人得救，拍谁？你可能你要改变，因为神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神要人都得救，神邀请你，邀请很多人来，一起来跟神施行拯救的计划，你愿意吗？我们会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只有神。确实，因为只有神可以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它可以使我们有和平，使我们可以跟他和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我们都可以跟神来和好。本来是我们该付出代价，本来是我们该死的，神替我们死，于是我们可以活。神替我们死，所以我们应该为主而活。圣灵可以感动你身边的人，他可能还不知道罪，但是圣灵感动我们，使我们就能够知罪，我们可以自责，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寻求这一位神。所以如果你身边的人他还不知道罪，他还在那边，你怎么跟他讲都没有用，就祷告神，因为神定义这个不会改变了，神定义就是要爱他。那我能做什么？主啊，我除了为他祷告，我就说主啊，现在他还在罪中，我能够做什么？我是不是能够还在他的身边呢？主啊，我是不是有我应该改变的呢？主，让我来改变，来跟你一起来同工。2个礼拜前，我跟我们教会的一位长老跟一位牧师，我们一起要去受研习。那这个长老他是那个地方的人，鹿港人。那这位牧师开车说：“我不知道鹿港怎么走哦，啊，到时候要看你。”他说：“好，没有问题。”我们就开车，因为我们开了另外一条路，不是那个牧师熟悉的路。然后下了交流道以后，他说：“长老，那你家要从哪一条路？左转。那牧师的那个车子有那个卫星导航，就说：左转这条。那个卫星导航一直喊什么？请你右转。但是我们一直开。”然后这个卫星导航还是讲什么？请你右转，一直开，请你右转。所以牧师就说：“长老，请问你家是鹿港要从哪一条路？没有错啦，我在这里50几年了，这一条路没有错。请问要相信卫星导航，还是要相信这一位他家已经在那里住50年的鹿港人？要相信谁？相信自己，对不对？所以要相信这一位长老，对不对？好，他说左转嘛，这条路一直导，就到了，就快到了，有盼望，要不要相信？要啊！所以这个牧师跟我，快，对，你看嘛，这个卫星导航真是很怎样，很让人讨厌嘛，哈！一天到晚一直喊说右转，然后走到后面还说什么？
如果可以，很客气哦，还求我们呢哈。如果可以，请你回转，然后再右转。然后我们就笑他。你知道卫星导航常常这样吗？把人家带到太平洋去嘛哈。我们走。然后这条路叫什么？后来我们就看这个查一下，这条路叫做漳水路。然后呢，这个长老家在鹿港，应该走什么路？漳鹿路，彰化到鹿港的嘛哈。所以这个长老说，从这边左转一直走，就是漳水路。那么漳鹿路在哪里？右转嘛。那你要不要透过祷告说让这个路改一下？我们在路上就一直说，哎呀，他很笨呐，他一天到晚就这样走错路。亲爱的弟兄姐妹，谁很笨呐？神的道路，漳鹿路就是漳鹿路啊，不会因为你祷告禁食祷告10000天，漳鹿路变，不会。是要我们改变呐，不要骂上帝，不要骂旁边的人，然后一车人还很高兴，一直讲那个卫星导航的坏话。愿我们的一生在真理里面，我们宁愿被人讨厌，我们都不要被神讨厌一世。所以我们只要我们心里相信，我们就可以被神算为无罪，重新带来。算为哦，其实我们还是有罪，只是神替我们担当。我们只要口里承认，我们就可以得救。而且我们不只得救而已，我们一辈子有一个主人，有个主宰替我们主张，让我们在被人讨厌的时候，我们有勇气做对的事情。我们有勇气知道张露露在右边，主你在右边，我一生要为你而活。荣神一人在这边，纵使全车的人都说到左边，而且全车的人都在笑一个人，全车的人都在批评一个人，全车的人都在讲。愿我们在这个路程中，人生旅程中，我们抓住神，神那个命定的，你早一点觉悟，你要顺服。那我们能够改变的，我们也要赶快改变，穿上神给我们的新衣。我们走在人生道路上，在日光之下，传道书说的日光之下没有什么新鲜事，日光之下都是罪人，我们也是一群罪人，只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但是我们有盼望，我们在日光之下，我们在活在当下，但是我们有日光之上的盼望，就是基督会再来的荣耀。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人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感谢神，在我们一生当中，他应允我们的每一句话都会应验。我们的主耶稣不是给我们勇气，他乃是带着爱，满满的爱，供应，亲自成为我们的勇气。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阿爸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谢谢你在我们未出世以前就选定我们，在我们一生我们的命定里，主你就是全心来爱我们。在人生旅程中，我们有许多时候在那岔路，在那抉择，在那痛苦中，主你知道，我们需要人生旅程有一个目的，我们需要有一个目标。主，我们活着
我们被出生，就是主你命中注定要爱我们。不管我们现在境况如何，不管我们是什么人，不管我们做了什么事，主你就是定义爱我们到底。这个爱是没有人可以给得起，只有你。主，我们谢谢你，也呼召我们。主，在这世上，我们为主而活。主，你听见我们每一个人的决定。主，我们真的需要你。在那被人讨厌的时候，主，恳求你圣灵启示我们，我们被人讨厌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还是因为主我们要行在你旨意中，我们要说出我们要做出的决定。主，谢谢你已经成为我们的勇气，使我们的心眼能够清楚明白，我们时时都能够定准于你。主，你为我们死，我们要为你而活。虽然这个活的过程中酸甜苦辣，喜怒哀惧，特别是惧怕。主啊，谢谢你应允我们，必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走在你的旨意中，你成为我们的勇气，你成为我们的力量。主，你成为我们的帮助，你更成为我们的盼望。谢谢你爱我们。我们要用主你的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我们要一起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